弟兄姊妹来后早平安。平安。感谢主，咱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。圣神降临节对教会节期来讲，咱会使讲是三大节期啦吼。咱一般伫即个基督教，还是讲咱即个规正教会，咱有即个过活节，吼，圣诞节过活节，过来就是圣神降临节，甲圣诞节，吼。所以即个节期对咱来讲，对咱基督徒来讲是真重要，因为这是咱另外该称呼做教会的生日，教会生日，咱拢会通对圣经内面得到真多即个圣神降临的教示，所以今仔日伫咱圣神降临节，咱做伙组织，也来围绕主的道，做伙领受圣餐，咱要通过这个搁一遍来体会圣神伫咱中间生命的要紧，咱人望咱追求较无圣神的感动，伫咱的生命中有圣神来做咱的生命的主。咱要分享主的话进前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，赏赐阮圣神，互阮有迄个气力，有迄个方向，有启示，有教导。主，阮也要伫你面前搁一遍来确认伫圣经中间，阮对圣神的认捌，通搁较来进入伫圣神的高我充满的中间。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帮衬甲气力，互阮一生行伫恩典中，一生行伫上帝圣神的气力中间。感谢你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拄则咱读的两段经节，一个是以赛亚，咱若是对以赛亚书就知影讲，迄个所在已经拢在讲起着圣神，所以讲听候圣的神对顶面拼落伫咱。咱伫旧约的圣经，特别是以赛亚，伫这个经节的中间，迄个是伫迄个国家拄着灾难、困难，甚至到最后灭亡的时阵，所以迄阵圣神的感动、圣神的工作，伫因迄个时代，较无真清楚讲着个人，但是伊有讲着规个民族，有讲着规个国家。所以这段经节咧讲起着听候圣的神对顶面拼落伫咱的时光，旷野要变做肥的田，肥的田看做亲像树拿。安尼意思是讲，圣神的业力，唔只敢是个人的心灵，咱个人的改变，伊也要互规个国土、规个国家来得到改变。讲迄个所在人，即百姓要互圣神伫迄个所在来做指导，讲公平要点伫旷野，公义要点伫肥的田。所以用即个肥，也是讲真茂盛。非常的即个饱个水的建造，来形容圣神充满、圣神降临的气力的功效较大。伊讲义的功效是平安，义的效验是平静安稳，到伫永远。所以圣神伫即个国家、伫即个民族，伊会带来迄个公平、公义、平安甲安稳，这是圣神迄个当时伫迄个规个国家的一个祝福的内面。那到伫新约，伫圣神降临节过了后，圣神的印证、圣神的气力就更较普遍啦。因为耶稣有亲自应允吼，所以伫即个以弗所书5章17节安尼讲，所以唔通做糊涂的人，就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。伊意思讲，咱唔通互世间一切的这个享乐，也是咱一般的这个习惯所来束缚着。讲唔通醉酒，酒醉会互恁败坏，反倒着互圣神充满。有时咱想讲，保罗讲这段话嘛，感觉真趣味啦吼。像那酒醉，圣神充满，伊会起来对比，伊若无爱讲，都唔通四界乌白蛇，四界乌白走。是讲去做遐有诶无诶代志，互圣神充满。基本上这段话伫当时诶时代，就是因在对圣神认捌诶中间，有产生一个差误啦吼。就是咱若一对咱
提摩太啊，迄个使徒行传内面记载着圣神降临迄个情况，咱等下会看吼。讲当圣神降临的时阵呢，逐个人安尼受圣神充满，就讲方言嘛，啊有真侪热切的事，啊遐无认捌圣神的，对圣神有排斥的人讲，哎哟，因咧食酒醉啦，吼，对无？因咧食酒醉，啊，所以某一个程度，咱就让先理解，有时圣神充满，你若误会毋捌，掠出讲啊，这个人来食酒醉，讲话来怪怪吼，啊，迄个行动怪怪，啊，毋过这拄啊好是。圣神充满甲酒醉上大的差别，迄个差别是咱明白圣神的规律，要伫咱中间大大来做工，啊，这是咱基督徒所应该去大大来注意的事。啊，咱兄弟姊妹，伊讲咱互圣神充满做啥物事呢？爱学了上帝，所以圣神充满，以及咱2礼拜前有请朱瑞莲牧师来甲咱分享，伊咧讲敬拜赞美，事实就是一个。学了上帝，用迄个真自由的心学了上帝，而且也是对咱心底甲上帝祈祷，用灵歌来祈祷，用圣诗来祈祷，用学了来祈祷，有时吟诗大声祈祷，有时是安静用迄个音乐啊，甚至唱灵歌啊，迄个旋律啊，伫遐来学了主。伊讲对心底唱圣诗甲诗篇来称赞主。兄弟姊妹，咱迎接圣神降临节。圣神降临节的由来，我伫秋报有有写一个简单的说明吼，其实是真简单啦，就是讲圣神降临节嘛叫做五旬节，啊是对犹太人的3个节期之一吼，七节所演变来。啊，当犹太人上重要的节期就是啥物？就是因的这个搬过节啊，伫迄个中间因纪念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到第50天，意思是出埃及是迄个所在搬过节，经过50天，上帝伫西奈山颁布，互摩西10条诫，用出埃及，啊，咱知出埃及的进前迄暝，啊，就是上帝吹天使来杀埃及人的大囝嘛。哦，迄就是搬过节来源。啊，经过50日，就是咱咧讲的即个七节。啊，所以即个50天，诚做犹太人真重要的一段期间。时间无介长，也无2个月啦吼。啊，那圣神降临节就是配合安尼定伫主国我第50日，耶稣上天40日。啊，所以咧，迄时间掠得足准的吼。有时咱来咧想讲。这个也毋是犹太人因家己设的节期呢，这是上帝拯救以色列人，然后到伫新约的时代，耶稣伫搬过节前入耶路撒冷，啊也伫迄个所在啊来受耶稣就招学生来食搬过节晚餐嘛，吼，圣餐就是耶稣伫搬过节的前来食晚餐啊，啊耶稣伫迄个搬过节啊受定时日过，啊然后过。过了后过活嘛，啊，所以耶稣过活啊，到后壁的50日，拄啊好甲当时的搬过节，到以后的50日，上帝颁布10条诫，拄啊好的时期吼，相搭起来。若要讲是讲2个节，旧约的节啊，甲即个新约的节期，2个拢夹做伙。啊，所以犹太人因咧过旧约的节，啊，事实基督徒就是咧过新的节，啊，即2个节拄啊好，上帝甲迄个日子夹做伙安尼。啊，这是真奇妙的一个恩典啦，吼，就是甲旧约有一个连结，啊，而且真巧合安尼。啊，所以今年呢，过偌节是几号？4月1日，啊，50日后7礼拜左右，就今仔日6月初9，啊，这是咱一个算这个节期的一个知识就对啦，吼，啊，这咱有时复习一下较清楚安尼。那圣神降临节，伫圣经有真侪教导，啊，咱有1、2项来学习啦，吼。那特别是主耶稣，伊过活了后，甲学生讲话，啊，要上天进前，甲遮个学生做应允，做应允。耶稣应允讲，圣神要降临，啊，要互门徒得到能力。安尼就会使看见讲，伫过活节的前后，甲耶稣上天，对遮个门徒的改变是非常大、非常大的。兄弟姊妹，
你50日的内底，你有啥物变化？你有啥物变化？咱生活上有时50日一个目睭一个年就过去啊，但是伫这50日前后的中间，彼得甲遮的学生经历到耶稣受掠逃走，因逃走，彼得唔认主，甲耶稣受定的时阵，侪学生来走去倒位眯起来。耶稣来大地梦内，学生嘛唔知走去倒去啊，剩遮的妇女伫个所在咧守望尔。当后来咱发觉讲，原来彼得佫走转去掠鱼啊。遮个学生咧，想为了暗藏因的身份嘛，唔敢表露讲伊捌做过耶稣的学生。所以对伫军队耶稣，当着受苦的时，大家四散，佫转去原来的工课，到耶稣对伊显现的时阵，你甲想讲，这阵的人基本上，若是对咱一般的人的标准是讲，这阵人袂靠日啊，对毋对？原来要招伊做学生来做侍奉，怎走了啊？耶稣知影伊的软弱，耶稣知影伊对人的角度中间，对这个上帝的人物也无深入，对耶稣基督救恩也无了解，所以伊就上天进前，对这学生讲，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的40到50，讲伊甲因自执的时命令因讲，唔通离开耶路撒冷，唔通离开，因为你这阵离开假做的啦，恁家己做家己的事无效，恁都爱听候什么？就听候爸所应允的，伊是讲爸表示上帝老早就备办好，应允就是恁捌听过我，比我听见。上帝有应允，我嘛捌甲恁讲过，讲因为恁对约翰用水惊洗的，独恁无几日就会对圣神受洗。安尼表示，这个门徒对耶稣。因所受到的洗礼是圣神的洗礼，是圣神的改变，是圣神的更新。那另外一段更较熟的经节，就是接续落去8节，讲独圣神临到恁的时，恁要得到才能，搁伫耶路撒冷、变犹太、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要做我的见证。兄弟姊妹，咱看见这个是真实的经节，但是有一个所在，咱要特别注意。伊讲：你要得到圣神，你要得到才能，这个才能是要创啥？是要飞天转地上，是要表演，是唱歌高唱？无啦，伊是讲你要得到能力，就是有气力通传福音，有气力通见证耶稣。这款气力，唔只干是表面上，你讲有迄个圣神感动的迄个外表，是真真正正。你的生命受改变，你会欢喜传福音，无传福音，感觉挡袂掉。你传福音唔惊人拒绝，你传福音感觉讲你足甘愿的就对啦，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指导，耶稣基督的命令，而且你甘之如饴就对。这个是上帝的应允，耶稣基督对因的教示，然后。圣神降临，因阁拄着什么状况？就拄着咱所看到这个经战圣神降临就讲，伫五旬节的时阵，门徒伫耶路撒冷得迎接圣神降临。就耶稣讲，你唔通离开耶路撒冷嘛，你来听候嘛，有圣神同在。圣神同在，圣神降临，大概什么现象呢？就是这个经节所写。因为咱讲方言，而且真正勇敢传福音。彼得就伫迄个时阵，对所有伫这个。犹太人来咧过五旬节的时阵，来甲因讲方言，来甲因讲见证。所以伫2章1节到4节讲，五旬节的期已经到，咱50日嘛，旬就是10日嘛，五旬就是咱讲伫旧约有五旬，咱伫圣神降临节拄甲五旬甲做伙，所以五旬节也是叫做圣神降临节当然因自己个所在讲，忽然对天有声，亲像大风咧吹。天顶有声，呼呼叫像风咧吹，呼呼叫安尼。讲充满因所坐规间的厝，讲就有得分开的子，分开的子啦，迄个子开成
迄个亲像火安尼吼，啊出现伫因中间，亲像火的籽，啊所以个籽吼啊头前是有开的，咱人的籽是吼，咱的籽是圆圆嘛吼，啊咱知影有诶，迄个动物的籽是两支手的咧吼，啊所以因看会出来，讲分开的籽啊火啊跳伫因头人的顶面，然后伊讲因拢受圣神充满。这是后来因家己印证着，讲迄个时阵哪有即款改变？圣神来就有风咧吹，有火的籽，啊人就讲方言，啊迄个时阵的方言吼，毋是咱现在的字音哦，迄个时阵的方言的类型就是讲别样的腔口，就是方言就对，真正是地方的方言。哦，比如讲咱台湾话，即嘛是台湾人逐个拢会讲的，咱嘛袂使叫做方言啊，迄是别人甲咱讲，咱才是方言嘛。啊，咱有时较庄卡的所在，有寡话啊腔口无相共。像牧师的故乡平湖，啊平湖的腔口有啥无相共？迄个音听吼，有时也知也毋知迄种感觉安尼。啊，所以讲这是照圣神所赏赐因讲的。啊，所以咧画家就针对即段经节所讲的，啊用图画甲表现出来吼。画家就对这个圣神讲就有这艺术的表现。像即个较古典的吼，即个古典的图吼，即有点仔较亲像东正教吼，你看顶人圣神一只指啊降落来，啊亲像伫指吼，啊迄个指嘛，感觉像指啊的色啊吼，啊淋到伫遮的遮温度的身上，啊即款图咧画，啊另外一种吼，有影是较古典式的画图。圣神对天顶来，下面每一个人的头壳顶，拢有一支小小的，亲像纸，吼咧迄个，即个较近代的图吼，就较写实啦吼，感觉讲非常的，遮个人看像安尼坐袂在就对啊，你看，安尼规个拢安尼起倒倒安尼，迄是圣神在感动的是产生的一个，即有搁较近代啦吼，你看逐个人头壳顶拢一个。字安尼吼，这是画家因用遐经节的画描述来甲伊表达出来，这就较现代吼，这较现代的款图，伊就感觉较有写意的意思吼，毋是足具体，有讲起亲像风咧吹，亲像火籽，伊啉到遮迄种图。遐尼姊妹，咱伫即个文图训练中间有讲到。一课叫做都要互圣神充满，内面有几项的教导真好，我直接引用啦吼。伊讲圣神是啥物？到底是咧讲圣神？我有时讲上帝，有时讲耶稣，圣神到底是啥物？敢是圣神是一个上帝的天使吗？圣神是耶稣的协助，边仔的帮站吗？这就咱真详细甲了解。这个圣神的教导嘛是经过几啊百冬，才会圣徒一再印证，才去接到耶稣所讲的。我要找另外一位保惠师互恁，这是咱所特别清楚了解。这也是咱所讲的讲，这个正统的教会的教义哦吼，这真重要。这是安怎讲呢？圣神是有位格的上帝。圣神毋是厝顶的，圣神毋是亲像一个车赛比如讲伫迄个总统的边仔有迄个侍卫长，总统的边仔有边的伊的大官咧甲帮忙，伊叫伊做啥伊才去做，毋是圣神本身就是上帝，这是咱基督徒真重要的一个信仰，因为经过初代一寡异端的演变到最后，伊阁经过大公会议正式确定。承认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有圣父上帝，有圣子上帝，有圣神上帝，所以这是有位格的上帝。咱人对保罗伊伫哥林多后书13章尾仔节，伊到最后写结束的时阵，对这个所有的哥林多教会会友的祝福，就是牧师平常定来用这做祝祷的经节。伊讲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上帝的慈爱、圣神的团契，甲恁大家同在。安尼意思是对保罗的领袖，一直初代教会伊的领袖就知影讲，上帝
耶稣基督、圣神三位一体，拢束缚互恁，甲恁三甲伫地。啊，这个就是当做一个三位一体上帝一个足重要的根本甲源源的经节吼。啊，那圣神是甲咱同在的保惠师，耶稣基督上天，但圣神上帝搁再来临到伫咱中间。所以呢，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到17节安尼讲，耶稣讲：我也对爸求，就伊要用搁一个保惠师互恁，互恁永远互伊甲永远甲恁伫地。讲耶稣要伫甲主求，甲爸求，要使另外一位保惠师，就是咱讲的三位一体上帝、圣神上帝。这保惠师是正做一个安慰者，一个扶持者。原来希腊文迄个保惠师的意思是讲辩护者，在甲你照顾的，在守卫你，亲像律师伫迄个法院吼，在替你辩解一样。圣神的能力甲责任是安尼。所以耶稣讲这是什么神啊？真理的神。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神。世间所未接纳的，因为因无看见伊，无看到就负转嘛，无看到就误会嘛，无看到就讲因咧啉酒醉嘛，哇，这就真误会啊，真正误会。因咱领受圣神是何等的宝贵甲恩典，但是别人甲看做普普啊，看做无路用，看做酒醉，看做安尼动作安尼天翻颠颠，哇，迄天差甲对就对。所以无看见就毋捌你，伊讲独恁毋捌伊，因为耶稣已经甲因应允，甲因教导，讲因为伊甲恁三甲大。搁要点伫恁，大是陪伴的意思哦。点伫恁是进入到你的内面，甲你同住哦吼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会记得第三圣神是啥物？圣神是咱生命的动力，圣神是咱生命的规律。约翰福音7章38节到39节讲，耶稣讲信我的人，照圣经所讲，有活水的溪会对伊的腹内冲出来。活水对腹内冲出来。普通咱是讲啉好水吼，啉甜的水是对外口摕杯啊啉落去哦。但是圣神因住伫你内底，所以你会当得到换心。水是对你的腹内冲出来，而且这是我的水，这是圣神才会当做。咱兄弟姊妹吼，上烦恼是安怎？食肉粽食伤济哦，一下酸水啊，对无？哪有啥物活水无啦？但是活水是生命的水，属灵的水。是医治的水，是祝福的水。所以耶稣安尼讲是啥物？信伊的人要搁领受圣神，所以表示讲圣神会对你的体内、对你的腹内、对你的心产生改变。这真做你的规律。真做基督徒欢喜为主做工，来教会服侍、甘愿受苦、流汗，甚至受死，是物？因为圣神的规律甲因同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咧圣神降临者，我招咱大家搁一遍来心中。确认、认知、接纳圣神伫咱内面，伫咱生命改变。因为圣神是主救赎的元帅。你讲我就相信耶稣为着我受苦，为着我顶十字架，已经担当我的罪啊！安尼敢若知识读读安尼好。但是你毋通袂记得，这个救赎是一直伫你的身上的。因咱了伫肉体的世间，这污染。幽黑也是干扰魔鬼撒旦的这个打击，拢继续啊！你无靠圣神来甲你护卫，你是安怎有一个人有够气力通抵挡呢？就我拄仔讲的，这学生若无圣神同在，因哪会勇敢去逐位去传福音呢？毋惊受苦关监呢？因为这个气力是对圣神来，所以咱能理解讲，耶稣伊是肉体，是咱人的身躯的成就。体型的形体降临伫世间，但是伊上天了后，伊就赐了圣神，表示伊的救赎，用圣神看袂到的能力，继续在甲咱同在，一实现甲延续。所以呢，咱这个回顾拄则咱读的经章吼，圣神内住，同工会有甚物改变？咱伫以赛亚32章15节到17节讲社会人心要改变。要改变这个社会，毋是你伫遐到宣传就有效呢？你就真正圣神的同在，人的心就要得到改变。讲当这个社会有圣神的工在做的时阵，讲人行为的正直，因永远安居乐业。
心改变，行为正直，安居乐业，处处有正义甲公道，处处有正义甲公道。会记得10几年前咱有一个兄弟看见一个影片，这个影片就是在做一个，你是讲个纪录片安尼啦在报道伫这个世界有几哪个城市，因为遐个所在基督徒，大家同心迫切祈祷，悔改认罪，求圣神复兴。真侪城市怎改变？伫南美洲有迄个城市，原来是犯罪率上介悬的所在。因为遮个基督徒，大家迫切祈祷，求主赦免人民拯救。讲这个城市怎加到慢慢啊关起啊？遐个犯罪拢消失去啊！迄城市的开纳，毋是干咱个人部分哦，是整体的城市。所以咱今日下晡，咱伫城大的体育馆，咱就是讲专。台南市的圣教会鼓励较侪人去参加，就是讲，咱毋是干那为着咱个人祈祷、家庭祈祷，为咱的这个教会祈祷，是毋是咱这个城市也会当得到改变？这城市改变，犯罪率就降落来，迄个侪遐个无好的事就消失，遐个人遐做的错误的事、犯罪的事就会减少。这拢伫这个纪录片内底有写，甚至非洲一个乌干达这个国家，因为咱知影较有会人知影，较早一个足奇怪的总统，叫做阿敏。这个阿敏总统还有迄个黑人迄种原始野蛮的个性呢，听讲伊还会食人肉呢。到最后，规个国家受咒诅，因为对总统做这款代志拢内底乱糟糟。这个国家嘛，真侪拢是得到迄个艾滋病，差不多规个国家都要亡去啊！到后来几啊当前有新的总统入来，这个牧师去见总统，讲咱的国家若无求上帝赦免，咱若无伫主的面前认罪，咱的国家真正会毁灭。所以就兴起一个全国的祈祷，大家求主赦免认罪，到最后这个国家大改变。整个国家复兴起来，迄个政治、治安，逐项拢改变。所以迄个时阵有一站是10几年前，有一个对乌干达的一个牧师，黑人牧师定来台湾咧，甲咱分享迄个城市的改变。所以这个故事拢一直拢伫咱中间就发生。兄弟姊妹，圣经上嘛安尼讲听候32章15到17节，咱拄啊读的经节，就是咧印证到拄则所讲的，讲有肥的田，有亲像树林共款，讲迄个时阵公义要踮伫因中间，因要得到平安平静甲安乐。这经节咱拢伫周报内底有印伫遮第二部分，咱对新约来看，以弗所书17章19节讲，咱基督徒有领受圣神会变什么？讲活出光明的主路啦，活出光明，你会当成做一个光明的主路。第二，咱所做要得到上帝欢喜。第三，要受圣神充满，显露出你好的品性、品行甲作为。圣神充满会改变你，圣神充满会互你真大的生活甲行为来做改变。我有看见咱教会这个明东兄来做礼拜，明东兄一伫遐，伊有写一篇伊的见证，伫咱的周报内底。咱注意甲看，伊讲较早伊无了解，这就是圣神充满，上帝咧改变伊。咱也替伊祈祷，因为拄好伫这段期间，伊开始咧学习，咧认真追求，咧研究圣经，参加文道训练时，上帝甲伊的太太，就是这个李素姐接去。后日即个礼拜六要为着伊来举行告别式。咱看起讲，上帝伫伊的心上开始咧改变，但是爱继续接受圣神的同在，互伊一项一项改变。较早趣味的事变无趣味，较早歹的习惯，伊伫圣神来改变，来放杀去，无搁爱。这拢是即个充满显出好的品行的作为。而且咱若是
你著信心充满，咱会万事感谢来学了上帝。啊，这是咱所读的经节吼一部分。那最后牧师要甲咱三甲学习，就是讲信心充满什么意思？到底什么叫做信心充满？足侪人对这有误会、拒绝，事实哦，咱唔通伤解误会啦吼。当然，而这个信心充满是信心，耶稣讲要甲恁同大，而且要带伫恁内底，要踮伫恁内底。所以受信心充满的意思，就是互信心管理的意思。有外显的现象，就拄则讲，亲像火会指降临嘛，因会震动会地跳，吼，这就是一个外表的现象，叫做信心管理的外显的现象。咱出两段2章20到30讲，忽然有声对天顶来，亲像透大风，充满因得罪的规间厝，阁有亲像分开的火枝对因，吼，阁有这个对迄个所在吼来降临，而且晓伫因顶面。过来也一个信心的充满是啥物？就是内化伫你的心内。你外表无啥物感觉啦，吼，无啥无啥物大丢跳啦，啊，讲方言啊，大细声无啦，是信心带入去你内底。你的生活模式改变，你的生活就是正信的同在的生活。罗马书8章50讲，因为顺探本性的人意向本性的事，毋过顺探性情的人意向性情的事。意思性情甲你同在，你会感觉讲我做这个代志若无路无顺路的，做这个代志会损伤身体的，做这个代志吼啊对人无帮助的，你也袂去做啦，因为性情会甲你提醒，而且就是顺着性情的生活模式。加勒太书5章250讲，既然靠性情在活，咱就顺探性情来生活。你靠性情，你就照性情来活吼。过来，咱最后要讲的是讲，若要用几句话来表达圣神的降临同在，有这个意思，就是圣神充满，就是咱一个主耶稣带伫你内底。足侪人会有感觉拒绝讲，啊，我明明信耶稣，是哪就讲惊至圣神呢？因为咱把耶稣看作是伊来伫地面上一个个体，有一个形体的人主嘛，有一个形体的上帝嘛。啊，但上帝这个形体的上帝已经到天顶啊，是用圣神临在咱。啊，所以就是耶稣嘛是临在咱啊，只是咱用圣神来甲称呼。所以咱有时讲基督徒有圣神临在，就是小耶稣。因为耶稣当时入到伫世间嘛是圣神，甲伊同在，伊带咱行真正基督啊。伊咱知讲耶稣有神性甲人性，对吧？耶稣的人性就是伊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伊会巴肚枵，伊爱服侍伊的父母，伊爱甲学生做伙拍拼做工课做事。但是圣神甲伊同在，所以那安尼咱行起圣神，嘛表示咱有耶稣的形象哦，咱有耶稣的行为反式哦，因为咱像一个小耶稣，因为圣神甲咱同在，所以圣神充满就是另外一个多加肉体。所以基督徒，你若既然行起圣神同在，你就是活出耶稣基督的反式。愿主，互咱对这更加清楚了解。最近呢，这当咱嘛是咧学习圣神啦吼，咱陆续会邀请对圣神有特别的学习教导温书的牧师，来甲咱指导吼。伫6月底呢，咱有一个黄牧师呢，伊要来甲咱来指导咱安怎去经历圣神，要安怎伫祈祷中看见圣神的关联。我毋茫讲，这是一个福气啦吼。因这个牧师吼，伊逐间教会拢嘛会使去啊，伊想要来咱遮，表示伊对咱有足大的期待吼。有这个黄以乐牧师吼，到6月28吼，28迄天安尼，咱毋茫大家做伙参加。后礼拜咱会报周报安尼，愿上帝亲自赐福伫咱。这阵咱要祈祷，然后来做伙领受圣餐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保守阮，互阮伫你的听下面享受到你的恩典甲疼痛。愿你圣神甲阮同在，互阮经历你的同在，会看见圣神伫阮中间对北来唱出活水的江河。愿你圣神带领阮下面领受圣餐，互阮亲像当时的门徒，伊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祝福，经历到耶稣基督甲因做的百饼所带来迄个奇妙甲恩典。愿你甲阮同在，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